伫个高雄的美浓有几落块地呢，是有人偷乌沙石这背后，那像是有集团咧操作。即马地检署呢是伫当场来扣15台怪手，也甲这地主甲业者拢总17个人拢带转去问话。法院今仔日裁定，这负责看狗仔的2个人是羁押禁见，因为其他8个人是以2万块至10万来交保。大概挖掘3到5层楼高。 检警人员徛伫顶悬看落去，规块地已经成做一个大窟啦。边仔过当看到准备要用来囤转去的建筑废弃物。高雄美浓8月初风逼出，有几落大农地防挖甲坎坎坷坷，疑似有集团来遮偷过沙石去卖，落尾搁载物件转来囤。桥头地检署27指挥相关单位前往当地敲找，发现有农地已经防挖甲20公尺深，业者透过沙石买卖甲载废土转来囤的做法，不法所得超过3亿。检察官当场查扣15台怪手，当时带过地主、业者等相关人士拢总17人。被告周某、曹某等11人涉犯窃盗、窃占、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，向法官申请羁押禁见。 这摆敲找拢总有4大农地，检察官发现地主拢是今年过年了后陆续买地，甲不法集团合作，大约2月、3月开始偷过沙石、回填废土。这地点拢是伫高滨溪水质保护区，这款做法已经严重危害到国土环保安全。另外，不法业者拢是选择偏僻的农地来偷过，基山美浓地区农地侪搁离沙石较长近，成为不法业者作案的第一选择。现在当地警方也持续加强巡查，将会针对该可疑的农地。 不定时以空拍机前往巡视探查。因为相关的机构拢互查扣，8月初市府要求回填的作业也已经暂停。针对申请羁押13个人，法院29裁定负责看狗仔生做的查甫人等2人羁押禁见，其他8个人以2万到10万块交保，2个人限制住所，1个人请回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